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秒懂新聞。今晚我哋嚟講一講香港電力供應系統嘅一個重要課題，特別係聚焦喺剛剛係傍晚發生嘅一個突發事故，以及近年嚟類似情況嘅趨勢，同埋整體供電服務嘅表現。呢個話題唔單止關係到我哋日常生活嘅便利，更係關乎城市運作嘅穩定性同埋公眾安全。作為一個現代化大都會，香港對電力供應嘅要求一向高企。因為我哋嘅經濟、醫療、交通同埋民生都依賴住可靠嘅電力系統。首先講返今晚發生嘅事，喺2月6日傍晚大約6點29分左右，香港新界多個地區突然出現咗短暫嘅電壓波動現象。呢個現象主要影響到荃灣、葵青區、沙田、馬鞍山、大圍同埋青衣一帶。呢次事件並唔係全面停電，而係電壓短暫下降，導致部分用電設備出現異常運作，譬如燈光變暗、閃爍，或者一啲敏感嘅電子裝置因為保護機制而自動暫停。雖然電力供應冇完全中斷，但呢個波動已經足夠引發一系列後續問題。尤其係喺高樓大廈林立嘅香港，升降機係最易受影響嘅設備之一。事發之後，消防處即刻收到大量求助報告。初步統計顯示，困喺升降機入面求助嘅個案起碼超過40宗，當中葵青、荃灣同青衣地區大約有19宗，而大圍、沙田同馬鞍山一帶就超過21宗。呢啲求助主要嚟自住宅大廈、商場同埋公共設施，消防人員迅速出動，逐一處理每宗個案，確保被困人士安全脫困。幸運嘅係，據報冇人受傷。但呢個過程無疑俾受影響嘅居民帶來咗唔少不便同埋驚恐。想像一下，喺狹窄嘅升降機箱入面突然停頓，燈光閃爍，空氣流通變差，呢種情況對老人家、小朋友或者有健康問題嘅人士嚟講特別難捱。中電作為香港主要電力供應商，即時回應咗呢件事。佢哋發言人指出，事件源於連接馬鞍山至沙田嘅一組132000伏特供電線路出現短暫電壓下降。呢個線路係中電輸電網絡嘅重要部分，負責將電力從發電廠輸送去新界多區。雖然詳細原因仲喺調查中，但初步分析顯示，可能同天氣因素、外部干擾或者設備瞬時故障有關。香港天氣多變，尤其冬季有時會有強風或者霧氣，呢啲都可能影響到架空線路嘅穩定性。中電強調，電力供應全程冇中斷，只係短暫波動，但對部分客戶嚟講，影響已經相當明顯。佢哋承諾會全力跟進，調查成因，並且確保系統盡快恢復正常。呢次事件雖然持續時間短，但暴露咗電力系統喺面對突發情況時嘅脆弱性。香港樓宇密集，升降機數量超過74000部，每日運作頻繁。一旦電壓波動，升降機嘅安全系統就會自動啟動，停喺最近樓層，避免更大風險。但呢個機制同時會導致困梯情況增加，消防資源亦因此被調動。事後中電同政府部門會檢討呢次事件，睇下有冇改善空間，例如加強客戶通報機制，或者喺高風險地區加裝更多保護裝置。居民如果遇到類似情況，記住保持冷靜，按緊急鈕求助，或者用手機聯絡管理處。呢次事故雖然冇造成大規模混亂，但提醒咗我哋，電力供應唔係理所當然嘅事，需要各方共同維護。放眼近年嚟，中電電力系統嘅整體表現備受關注，因為類似電壓下降或者停電事故似乎有增加趨勢。根據機電工程署同中電嘅報告，從2021年到2026年上半年，中電發生咗唔少電力供應中斷同電壓下降事故。具體數據包括2021年有大約10宗，2022年增加到19宗，2023年有16宗，2024年上半年已經有9宗主要事故，當中5宗係電壓下降，4宗係停電。到2025年，全年大型停電宗數減半，但電壓下降事故仍然零星出現。例如10月九龍城區有短暫波動，1月26日油尖旺區有電壓下降，影響高鐵西九龍站部分設施。消防收到至少11宗困梯報告。
嚟到2026年頭2個月，已經有至少2宗，包括今晚呢個。呢啲數字顯示，近年嚟呢類情況確實比較頻密，尤其2024年上半年特別多，引起公眾同政府高度關注。譬如2024年4月6日，屯門龍鼓灘發電廠附近有電壓下降，1小時內消防收到144宗困電梯嘅報告，影響範圍廣闊。又例如3月30日，元朗山火引發連接元朗至荔枝角嘅40萬伏特線路故障，導致短暫電壓下降。消防收到超過50宗求助。呢啲例子唔單止數字大，更係因為佢哋往往發生喺惡劣天氣或者外部干擾之下，放大咗影響。點解數字會咁多？報告指出，大約80%宗高壓電網事故係由外在因素引起，包括第三方工程干擾、環境因素如山火、雷暴、颱風同埋極端天氣。香港掘路工程每年超過1萬宗，好多時靠近地下電纜，容易挖斷或者干擾。另外，30%輸電系統係架空線路，容易受樹木、動物或者異物影響。內在因素如設備故障或者操作錯誤，只佔20%左右，但都係需要關注嘅點。例如2024年6月12日，黃大仙區大停電，超過4小時，影響逾2000戶，成因涉及地下電纜故障同操作問題。雖然事故增加，但中電嘅整體供電可靠度仍然維持喺世界級水平，達到99.999%。相比其他城市如新加坡、悉尼、倫敦同紐約，香港客戶每年平均非計劃停電時間只有幾分鐘，遠低於佢哋。呢個表現係靠中電長年投資同維護得嚟。但近年極端天氣增多，加上城市發展加速，挑戰亦加大。政府同中電都承認過去防範措施有不足之處，因此喺2024年下半年開始全面檢視。至於中電嘅供電服務是否達至應有表現，我哋要客觀評估。一方面，中電嘅供電可靠度高，多年嚟支撐香港經濟發展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我哋依賴穩定電力維持數據中心、醫院同交通系統運作。另一方面，近年事故頻發，特別係電壓下降引發困電梯，為公眾帶來不便同埋安全隱憂。機電署喺2025年底至2026年頭公佈嘅檢視報告，全面分析咗2021年至2024年6月所有事故，提出5個行動目標，包括減少事故發生、減低影響、加快復電、善用科技監測同推動積極維修文化。報告制定咗11個行動策略同43項改善建議，例如加快設備數碼化、加強地下線路測試、改善發電廠避雷系統、增加市區配電網、互聯線路同應用 AI 監察。中電總裁羅家俊先生回應指，佢哋全面接納建議並制定行動計劃落實執行。事實上，從2025年數據睇，改善措施已經見效。大型停電宗數減半，喺超強颱風華加莎同韋柏襲港時，電力供應大致穩定。佢哋引入智能管理系統 GridView， 全天候監察變電站同架空線路，試驗超視距飛行巡查設備，加裝防水閘同避雷器，提高抵禦雷擊同水浸能力。呢啲措施證明咗，透過科技同管理優化，可以有效提升系統韌性。但係供電服務是否達標，唔單止睇數字，還要考慮公眾期望。香港市民對電力供應嘅容忍度低，因為我哋生活節奏快，任何中斷都可能影響工作同生活。政府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先生強調，中電需要從公司文化入手，根本改善，確保未來事故減少。機電署成立專責小組，嚴肅跟進中電改善計劃，尤其針對極端天氣。同時，政府引入獎罰機制，從2008年開始，如果中電供電表現唔達標，就會扣減回報率，鼓勵佢哋提升服務。總結嚟講，今晚嘅事件雖然短暫，但係近年多宗類似事故嘅縮影。中電供電服務整體達標，但近年挑戰增加，需要持續改善。透過政府檢視同中電行動，我哋有理由相信未來電力系統會更穩健。作為市民，我哋都可以做啲事，例如安裝後備電源、留意天氣警報、
或者支持可再生能源轉型，減低對傳統發電嘅依賴。電力供應係香港成功嘅基石，讓我哋共同守護呢份穩定。感謝大家收聽，下次再見。